美国总统川普明仔载要去中东访问，传出讲哈马斯要甲最后一个晚的日子，美国的公民亚历山大放出来，将对于停火协议来提出善意。另外，有风声讲川普伫行程中会来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另外，卡达会送伊一台客机来正式互伊做空军1号使用。 最后一位由原我哋的美国公民人质亚历山大，也是哈马斯用来当作达成停火协议的一部分，并且允准人道救援进入加沙。加沙和以色列已经封锁70天啊。经过一位消息人士的讲法，哈马斯安尼做是为着伫川普访问中东到位进前表达善意。毋过，甲亚历山大做伙绑票的以色列人质奈坦赞高克却无传出好消息，伊阿母度过一个伤心的母亲节。 שניהם במנהרה חשוכה אחת, בלי עוד חטופים. מתן אהוב שלי. ראש הממשלה החליט להקריב אותך יחד עם עוד חטופים. להשאיר אתכם מאחור. 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媒体表示，真欢喜宣布这项消息。亚历山大当去伊的亲人身躯边团圆。不过，哈马斯在伊暗时发出的声明。 并无讲到当时要放人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发声明表示，已经对美国方面知影放亚历山大的消息，希望这有机会会当促成更较侪人质的谈判。川普要伫13拜二展开中东访问行程，并且出席伫沙特阿拉伯举行的美国波斯湾国家高峰会。不过，川普并无要去以色列。 根据无签名的波斯湾地区外交消息人士向美国新闻网 The Media Line 表示讲，川普要宣布美国承认巴勒斯坦国，推动建立一个无包含哈马斯的巴勒斯坦国家，并且强调，若真正安尼，会是改变中东权力平衡的重大宣示，也可能吸引更较侪国家加入以色列甲阿联佮巴林关系正常化阿伯拉罕协议。另外，根据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讲，川普政府拍算接受卡达王室送的一只波音747。 及 B 型的真大只的喷射机，当作是总统座机的空军1号，并且伫卸任了后继续使用。这个消息由美国广播公司 ABC 先公开，这可能是美国政府历来收过上贵的礼物。美国的宪法新修条款是禁止政府官员收来自任何国王、亲王也是外国的礼物。不过，川普计划卸任了后，把客机移交予伊的总统图书馆来审批相关的法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